講心定講金，獨男剩女邊樣真啊？我叫做 San Francisco， 我係一個兩性 relationship 嘅導師。咩叫 lean in and back 咧 ？lean 即係特 lean 嘅 lean。坊間有好多兩性關係專家，見到啊當堂嚇一跳，然後得啖笑。要揾就梗係揾個 pro 噶啦，有請貼靚。原來年過30甚至年過40、50咧，單身人士嘅比例咧，亦都越嚟越多喎。哎呀，咁搞法咪越嚟越多單身寡佬同老姑婆，點解會咁嘅呢？傳統家庭功能喺現代社會之中，慢慢失去佢嘅重要性。以前 family 除咗4代同堂傳宗接代，仲係經濟生產單位，甚至提供人物關係同社會福利支援。Sorry， 冇咗呢支歌仔唱啦。但係去到今日嘅時候咧，好多社會上嘅支援都由政府啊其他機構負責啦。兼且嚟講，我哋家庭嘅合作生產嘅呢個原則，去到今日就已經唔係咁多見啦。反而個人主義興起，咩都以個人做單位。個人嘅享受啊，個人嘅生活素質啊，以至個人嘅自由、人權、價值啊，好多時咧已經凌駕於家庭嘅利益之上噶。加上男男女女都以事業為重，結婚生仔有錢先講啦。其實我哋如果而家結婚咧，個成本係相當高嘅。唔好講話買樓先啦，淨係籌備婚禮咧，擺幾十圍酒，再加埋其他嘅開支，可能係要我哋儲好多年錢嘅。如果咁嚟講，似乎同居會有更加好嘅選擇。而家好多後生仔都好興㗎，租間屋有自己小天地，又唔使擺酒鋸一筆，又唔使同雙方家長關係太 close， 講嚟講去都係想唔負責任啫。呢啲係人嘅天性嚟。講到天性咯，跟住呢個 point 都有關係㗎。阿 Sir， 請。由於我哋社會嘅性別定型咧，到今日都係咧，男人好少會希望咧自己嘅太太係強過自己嘅。女人就相反啦，想揾個比自己更好嘅男人。暫時仲係單身嘅人咧，就形成咗個資源錯配啦。有一班我哋叫做三高：高學歷、高收入、高職位嘅女士，同埋一班比較平凡嘅男士咧，係永遠都配唔埋一齊嘅。查實人係有感情嘅動物，好多嘢都唔可以用錢去衡量嘅。大家夾又有 feel 嘅，咪去咯 ，right？